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4年10月24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26篇，耶利米书23章第1节到15节，希伯来书第7章第1节到第10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正义之王。咱前礼拜日的信息我伫新店教会是分享到有关人该祭祀的议题，也讲到翻译顶悬的错误，也讲到这个撒冷王甲耶稣基督救恩的独特性的特别圣经甲咱讲，未记洗着伊是撒冷王，嘛称作平安王。伊是至关上帝的祭司，伊甲一般的祭司无同款，因为伊受上帝的呼召。未记洗着本身的名就是正义，所以嘛称伊做正义之王耶利米书23章第1节到15节，记载着犹大国的人伫生活顶悬的违逆偏离上帝的正义滥用权力等等的代志。圣经安尼记载，讲到遐个先知，我的心刺插，我规身躯的骨头咕咕跳。为着上主甲伊神圣的话，我亲像酒醉的人，袂当控制家己。这个在世界拢是对上主不忠的人，因的所做邪恶滥用权力，因受咒诅就地就控限，草场孤单。上主讲，先知甲祭司拢亵渎我，伫我的圣殿做邪恶的事，因行的路暗佫骨，互人对入。伫遐绊倒，我刑罚因的日到了，我要互灾会临到因。我看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做可恶的事，因奉巴力神明的名讲预言。全人民以色列行错误的路，我看见耶路撒冷的先知做可怕的事。因犯奸淫，讲白贼，加强歹人的势力，所以无人离开邪恶。对我来看，因拢亲像索多玛，耶路撒冷的住民亲像蛾摩拉，所以我上主万军的统帅针对耶路撒冷的先知讲，我要互因食苦果，啉毒水，因为逐所在无敬虔的风气是因所造成的。偏离主道行为不正，就是违背上帝，得罪上帝就会得到处罚。基督徒的性命必须爱行伫这个光明的中间，判断正义，袂当违背上帝。希伯来书第7章第1节到第10节，安尼讲着：这位未记洗的是撒冷王，嘛是至关上帝的祭司。亚伯拉罕抬死遐的王转来的时阵，未记洗的有甲伊迎接，佮甲伊祝福。亚伯拉罕有将所得到的1/10互伊。第一，未记洗的这个名的意思是正义的王，伊阁是撒冷王，就是和平王。伊无爸无母，无世下无出世的日子，嘛无生命的结束。伊甲上帝的囝同款，伊继续做祭司直到永远。恁看，这人偌伟大！
先祖阿伯拉罕拢着将战利品的1/10互伊。有担当祭司职的利未的子孙，虽然甲其他的以色列人民拢是阿伯拉罕的子孙，平平是兄弟，要求奉命令照律法对人民收1/10。麦基洗德毋是属利未的世系，毋过又对阿伯拉罕接受着1/10，佮甲得到上帝应允的阿伯拉罕祝福，世世受着是大祝福是理所当然。一方面，正会受1/10的拢是未死的人；另外一方面，迄位受1/10的圣经有证实伊要得活，安尼嘛通讲，对人受1/10的利未，已经通过阿伯拉罕的麦基洗德纳1/10。因为麦基洗德迎接阿伯拉罕的时，利未还伫伊的先祖阿伯拉罕的身躯内。耶稣基督就亲像麦基洗德同款，是至高上帝的大祭司。伊是公义，伊是和平，伊是献祭一摆就成就。领受救恩的人，就需要来追求公义，军队正义之王，成做正义的囝。诗篇126篇，上主带咱这会受领的人倒来释安的时，咱亲像在做梦。迄时，咱的喙笑哈哈笑，大声呼欢呼。列国的人讲，上主为着因做大代志，上主实在有为着咱做代志，咱非常欢喜。上主啊，求你互阮这个受领的人倒转来，亲像南方大雪的地有溪水搁在流，流目屎也种子的会出欢喜的声收割，流目屎带种子出去的。会带伊的麦捆欢欢喜喜倒来，恳求上帝帮助阮学习主的典范，军队伊的公义，互阮会通坚持行伫正道顶悬。感谢基督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